米迦书第2章，欺压者的结局。伫眠床图谋不义、计划歹代的人惨啊！因天一个光就去做歹，因为因掌握权力，因贪人的园就甲抢，爱人的厝就甲占，因欺压人甲因的家庭，抢夺人甲因的产业。所以上主讲：看咧，我计划要降灾祸，互恁遮的人，恁袂当脱离这个灾祸，行路头壳举袂悬，因为这是灾难的时。伫迄日，人会对恁讲讽刺的话，唱悲惨的哀歌，讲：阮害了啦！阮同胞的产业变做别人的，阮的田地互人抢去，交互阮的对敌。所以，伫上主的大会中，恁绝对袂当阁抽签分土地。因讲：恁毋通说教，毋通对阮宣讲这的代志。上帝袂互阮见笑。雅各的后代检通讲，上主的心胸哪遐话，伊兼会做这款代志。我的话对行为正直的人一定有利益。上帝讲，恁这的计划歹代的人，亲像对敌起来攻击我的子民，抢夺对战场转来，期待平安过日的人的外衫。恁将我子民的负责人对温暖的家庭赶出，将我对因细囝的祝福永远抢去。起来，逃走！这毋是恁安全徛起的所在，因为恁不义的行为，这个地一定受毁坏，铁底毁坏。若有人四过行，突然无影者骗人的话，讲我有言，将来恁保酒高酒啉袂了。这款是恁假意的先知。以色列所剩的子民啊，我一定要甲恁拢聚集起来，我要甲恁安置伫一个所在，亲像羊伫羊巢，亲像羊群伫草场。人真多，声真旺，有一位带头冲出去，带因对城门冲出去，因的王做前行，上主伫头前引带因。